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，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升天。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第40天，在教会里面是升天节，再过10天就是圣灵降临节了。耶稣基督升天对基督信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虽然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整个的世界上的历程，从代降节开始，每一个历程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对于现代基督徒或是基督教会来说，耶稣基督的受难、复活、升天、圣灵降临更是重要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向他的门徒宣告他即将离开世界，而他将会求父赐下保惠师圣灵与门徒同在，不但赐下平安，也提醒门徒耶稣基督所教导他们的。所以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枉然，而没有复活就不会有升天，没有升天就没有圣灵降临，没有圣灵的充满与同在，门徒们也不敢公开的传福音，教会就不会被建立。升天是耶稣基督在宝座前掌权的先决条件，是圣灵降临的先兆，也是门徒们信心被建立的必要条件。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，因此自从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，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，我就不断的为你们感谢上帝。我在祷告中提到你们，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，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，启示你们认识上帝。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，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，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。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力量是相同的。在那里，基督的统治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、掌权者、统治者和主宰，他超越了现世和来世一切的名号。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在基督的脚下，以他为教会的元首，统御一切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。教会即将要被建立，是基督耶稣的身体，是世界做见证的使徒。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一切事就是从前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你们的。摩西的法律、先知的书和诗篇所叙述关于我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实现。于是他们开启他们的心声，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，又对他们说，圣经记载基督要受害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，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和赦罪的信息传开，从耶路撒冷遍及万国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，
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，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。接着耶稣领他们出城，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他举手给他们祝福。他在祝福他们的时候离开了他们，被接到天上去了。他们就敬拜他，怀着喜乐及喜乐的心回到耶路撒冷，时常在圣殿里颂赞上帝。上主掌权，他以威严为衣，上主以能力为腰带。大地坚立，不能摇动。上主啊，你的宝座自古坚立，从亘古你就存在。上主啊，深渊发出声音，洪流冲击怒吼。上主在高天统治，压倒了洪水的吼叫，胜过了海洋的浪涛。上主啊，你的法则永恒，你的殿宇神圣，世事无穷。这是诗篇93篇的经文。感谢主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日子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升天了，他赐下了圣灵以及永恒的生命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